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國家重要的民俗婚林六幫馬過爐，已經喺5月31號來完成。今仔日6月初2，當咧進行五經厝在莊的繞境。半暝差不多11點，六幫馬進入五經厝國的臨時紅壇，國家重要民俗婚林六幫馬過爐。115年到116年的紅壇設佇斗南五經厝國內。人馬會甲今年的爐主邀請各地信眾有機會到紅壇參觀拜拜。大家足辛苦的，順利啊完成吼，咱這個千里的這個活動咧。六幫馬無去嫌，選我做爐主，我實是12萬分的感恩謝謝。六幫馬的信仰是由斗南、土庫、大陂、斗六以及虎尾5股34莊輪流服侍。五經厝國是等30冬才去輪到今日運莊。婚林六幫馬過爐，2017年和文化部列為國家重要民俗，當年過爐攏吸引幾萬人熱情的參加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